大家好，我哋係 Apause， 接下來我會用2分鐘同大家講解一下我哋嘅 board game United Play。首先，遊戲開始，玩家需要喺角色卡入邊抽取唔同嘅角色，而入邊就包含咗香港唔同嘅少數族裔。1號玩家係菲律賓人，2號玩家係韓國人，而3號玩家就係印尼人。然後每人喺地點區入邊抽到自己嘅起點同埋大家聚會嘅終點。我就抽到荃灣出發。我就喺深水埗出發，我就喺中環出發。操作式決定前進嘅步數。行完就需要抽問題卡，由對方問問題。呢個係菲律賓嘅甜品 Hello Hello， 而下邊一個描述係正確嘅。A 呢個係一個占卜工具，當你食到最底層嗰陣，你就可以知道你未來嘅伴侶係咩樣嘅。吓 B 呢個係一個歡迎嘅甜品，因為佢要發音同英文 Hello 好似。C 喺菲律賓話裏邊 Hello 嘅意思係 miss， 所以我哋食嗰陣都要攪拌一下。我知啦，答案係 C。啱啦，答啱咗就可以抽一張功能卡啦。我而家抽到一張功能卡，可以向前行多一步。Yes， 我第一個到聚會點，我贏咗啦。第一個到達終點嘅玩家就叫做贏啦。我哋可以見到玩家透過呢隻 game 咧，可以通過抽卡啊、回答問題等等各種方式，最後取得勝利。而從中咧，我哋就可以學習到關於唔同少數族裔嘅一啲文化啊、飲食習慣、語言等等。我哋亦都可以認識多啲關於唔同香港嘅地方。咦，其他玩家都到啦喎，等我 join 埋去先。HSBC 乘 JA 青年創業體驗計劃創意市集，依家創夢闖未來，3月7號至8號，約埋朋友仔一齊嚟啟德零售館1同2支持我哋嘅自家設計啦，到時見。